你嘛感觉，看哦，有啥物功夫会当来变一道遐尼啊澎湃、遐好食的物件。其实迄拢毋是安遐家己变的呢。毋是。哎呦，我甲你讲实在话啦，迄是阮师傅哦，伫个山顿那一边伫遐伫甲遥控。啊，我若做啥物动作伫要变的时候，阮师傅才时电伊会发力过来啦。哈，哎呀，你意思是讲，敢若伊有法度教阮呢？对啊。我当初是哦，本甲讲手伊是咧捡迄个歹东故事啊。伊真正是吼一个武林高手，你知哦？我迄阵啊，我就甲你讲过啊啦。我有讲一句俗语叫做“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”，会记哩无？阿爷，啊你知影即摆人咧倒位哦？啊，伊都毋对伫倒倒啊，无甲讲，啊，我哪知影伊伫倒位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你唔讲就煞，我陈马子家己来找，阿姊行，好，赶紧来去找师傅啊，到啊，嘎嘎。哦，即摆搁发明即条啊，搁甲唱去，啊两条拢去互占的，啊我后摆做小要唱倒一条。我著找无啊，恁著找有，我唔相信讲你去，我著甲找有。啊伊个人，都对咩？我拄仔我著甲讲，哇！哎呦，师傅啊，你发到遐大声，你创啥啦？接无打？唔是啊，惊着啊！哎呀，你讲哪里讲哦？恁兜的人是会足现实的呢。你看恁迄两个小妹，较早请阮师讲，讲是咧捡迄个歹东古起来，即马知影讲哦，伊会变物件了，特别拜伊做师傅。都对咩？是讲师傅啊，啊若真正阮恁两个小妹吼要拜你做师傅，你敢要收？啊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你是因为甲我有缘，啊做人阁袂贪心，所以我毋才收你做徒弟。因若因两个都毋是我要找的人，所以迄绝对无可能收你做徒弟。安尼嘛无要紧啦，迄三兄妹仔都有一个做你的徒弟，安尼就好啊咧。啊是讲，吼，师傅啊，啊我麻烦你去杜家的武馆遐，甲探听消息，探听了安怎？报告主人，已经去探听好势啊。都到即马大个是比武招亲，什么人若是拍赢，都家的千金就要匹配伊做家后。千金哦，好，我知影，就是迄个吼，骹揪起来害我跋倒会爬起来流鼻血迄个。好，我的弟婿就是为着伊滴出来。我即摆绝对要甲因参加比武，想出来因的小姐要甲带转来报一鸟车湾。安那，你原咱咧笑想都甲迄个小姐遐？无啦，你若是想要吼，师傅绝对甲你斗相共。哦，多谢师傅。啥物啊？阿爹，你叫老公主甲人打擂台，伊变来是人的对手啦。是啦是啦，大馆主，你顶下成全阮阿兄已经大姑娘啦。大馆主，你有看我无骗你吼。当初我咧计划的时阵，恁嘛在场，恁若毋提出意见，即马叫我临时取消，这恁恕我为难嘛。大馆主，其实吼代志嘛无遐尔严重啊，咱会当讲啊，厝内临时有代志啊，或者是讲已经有英雄好汉来啊，安尼就会当取消打擂台的计划啊吼。阿爹，你嘛替查某囝的前途设想一下。假使讲，若拍赢的人是一个人品足歹、不三不四的人，敢讲你还要叫我加疑心？是啦，大馆主，假使讲迄天来亲像自称大侠的迄个人比赛来赢咧，你敢要将你的查某匹配互伊？迄个自称大侠的人，哼，这尾哪有可能会赢咧？假使讲打擂台的若是赢咧，我嘛无法度，嘛爱将查某囝匹配，死甲查某囝你得认命。阿爹。这金银财宝，这是真啊假的？哎呀，当然嘛是真的，我若变假哦，就害你犯法啦。哦，主人，啊，你两个小妹哦，带两个生份人对厝转来啊？哪有啊？我也无看啊，你也有看。哎呀，唔通袂记真嘞，我也是新鲜，我要来走啊。哎呀，你去欢喜一下，人阮足乖呢，我较免晓听你的教示。阮吼帮助人呢，去看一个吼拍拉受伤啊，一个吊丝，阮都甲带转来哦。安尼哦，安尼乖。多谢哦。注意啦，拍到吊伤，多谢，吊刷，多谢哦。啊，这个两同家都是迄个去咱那比武迄个嘛。哦，恁两个就是多加迄两个，恁两个后壁你是足空坎的呢。
好人唔救去甲救我冤仇人转来。哈，冤仇人哦，你唔知哦，这个啦，这就是伫度假内底甲伊呛赌迄个啦，呛到尾伊家全揪去啦。啊，若讲到这个吼，嘛甲呛赌啦。啊，呛到尾我做伊高队，伊唔敢啦。后尾全叫因小妹出来，因小妹脚举悬，我踢一个大跋倒流鼻血，就是这个啦。恁两个想袂到，今仔日也一个吊伤，一个吊沙，破病人我知影即摆长喙焦，一定想要食茶对无？免小想，我茶绝对无要互你啉的。我袂喙焦啦，我嘛不爱啉茶啦。你可是我的来是无？迄是你上摆好心无伫咧山顶看到阮两个咧，一个吊山，一个吊伤，才带我来呢。就是哇，我若知这是恁兜，我去外口安尼，我喙焦死哦，我也袂来恁遮啦。等我讲，倒到这什么厝？哎哟，破烂烂，这个人咧大哟。你讲啥呢？哎呀，我好心叫你转来，你搁嫌我的厝破，这什么？好心叫雷震，要啉水无啦？啉酒啦，出去，出去！阮小妹甲你赶吼，要出去唔嘛，行去啊！啥物？